中国的产业是真竞争，有袂少少年人因为压力上大，困袂落眠。即马都有一种困眠经济课程是真实行，用声音治疗的方式，互学员开钱上课，会当去困一醒，真舒适。 伫厝内一声搁一声无共音频的颂钵声一直咧响，查甫查某都伫地板真平静咧困。这是中国少年族群之间最近开始流行的疗愈困眠课程，利用颂钵手碟顶会发出柔和，也是像大自然的被噪音声音的器具，产生疗愈心情的感受，互听到声音的人会当放松身心，进入困眠。 受到生活甲工作压力的影响，中国有袂少劳工困眠品质差，大约有3亿人口有失眠的困扰。各亚文化互愈来愈侪人毋茫会当好好困一下，所以出现这种声音疗愈课程，互少年族群选择开钱，互家己好好倒便困去。我有时候因为工作忙或者是焦虑的问题，我可能2、3点才会睡觉，然后但是早上起来7点就得爬起来去上班。因为平时工作这个状态很紧，我也没有午休啊。 或者说有时候周末也会加班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这个睡眠长期就不是很好。中国婚姻做生意，为要好好困一下，为心理咨询到精油疗法隆重试过，煞有关互伊无法度安心入眠，一直到找到上适合家己的困眠方式，就是声音疗愈课程。 这种课程除了颂钵手碟，也佫有护声棒，在音大楼顶器具会当营造出互身心感受平和气氛，互消费者进入短暂的困眠。50分钟的课程要180块人民币，相当大票780块左右。再来一次，大大的伸展，深深的吸气，脚下远蹬。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费用去疗愈我们的情绪，可能花在医院上，它也是一笔不菲的费用。中国的国家健康培培署指出，中国的资讯科技产业竞争激烈，是中国劳工得到抑郁症甲焦虑症比例上悬的产业之一。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了后 ，WHO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，疫情第1年都造成全球人口忧郁甲焦虑案例增加29%，也是中国困眠经济的需求一直增长，也互放松的幸福感甲快乐，亲像变做生活中另类的奢侈品。公司新闻，陈时栋编译。